乌头壳仔是台湾特有的野鸟，嘛是二级保育类。不过最近有人发现一只乌毛甲白毛相谈的杂食壳仔，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人类来放生一寡白头壳仔，造成基因改变，来影响到乌头壳仔的特有性。乌头鸟头是乌色的，这嘛正拄是因伫咧探死的季节。台东市有一位民众，因厝内有一丛树仔，顶头拄有一艘乌头鸟。鸟仔爸母来来回回掠塘转来饲鸟仔囝，因故民众所发现，鸟仔爸母其中有一只生做怪怪，头壳顶的乌毛只敢若一撮仔尔。雏鸟是乌头翁没错啊，青鸟有一只是乌头翁，有一只是那个白头翁啊。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鸟类专家讲，乌头鸟是台湾的特有种，是二级保育鸟类，分布伫台东甲恒春附近。台东的民众所发现的鸟仔爸母其中一只，其实是白头鸟甲乌头鸟交配了，基因受污染的杂头鸟。因讲出现伫咧乌头鸟生态核心区的台东，这种情形是无啥乐观，尤其因过探后一代，可能会造成乌头鸟消失。乌头翁的那个遗传独特性受到影响啊。如果说后续没有再继续有白头翁进来的话，那这个影响是可以控制的。专家讲会出现遗传基因改变的情形，大部分拢是人为的。人类甲野生动物放生到因无应该出现的所在，即嘛每年拢会发现一两件杂头鸟的情形。希望民众唔当乱野放生物，造成野生动物族群生态改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